哈利波特的袖口，对不？你唔知影即马还有教会咧烧哈利波特哦？你唔知哦？然后说不准看哈利波特，要烧掉。真的拿去烧掉。莫讲。当教会认为查某人较是上帝的上帝的后世，查某人唔是人，我就讲遐清楚，安尼上受苦，查某人受苦。当教会认为讲，哇，白人较是纯正的人，佮水，佮会发亮，佮会光光冒泡。黑人爱真做奴隶，这个时阵的有色人种的受苦。你不要怀疑美国的蓄奴的时代，黑人当奴隶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依据的。基督徒就很厉害嘛，基督徒可以解释成圣经规定黑人要当奴隶。当教会伫坚持家己的管理，坚持家己的生活模式，坚持家己的既得利益的时阵，就递到四周围的人受苦。这毋是干那台湾今嘛基督徒在做呢尔，这是2000年以来教会一直在重复的代志。当教会在重复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佮认为家己是安那？是照上帝的意思在行。各位兄弟，这个就是没有看清楚，无看清楚，咱的本质是上帝的囝儿。咱即马要用所要行出来，是要合上帝的心意。我们会很在意迄个圣经的字句的意思，然后要想去做表面符合圣经教示的做法。咱就常常会误会，常常会做唔到方向，做唔到代志。我相信2000年来有最的基督徒一直在呼吁，一直在提醒，一直在讲，咱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咱要牵调的是上帝国的价值观。我相信一直以来拢一直在提醒，不过咱犹原人我们就是有弱点，咱犹原也可以有迄个表象迷惑，我们就直接会把圣经的教示分成看起来是好的，跟看起来是坏的。各位孩子，我还是要再强调，上帝不在意我们认真的做什么，跟不做什么。上帝不在意这个，上帝在意的是我们从心里知道为什么做什么，跟为什么不做什么。唔通让迄个咱的行做停留在迄个表面的好跟坏。我们要检视咱家己的心，知影咱是安怎要做这件代志，是安怎无爱做这件代志，迄才是上帝所在意的。那才是上帝看咱真做伊的囝儿，伊要检验的。那个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囝，咱要甲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，所以咱的行为的表现，不是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是照上帝国的价值观。所以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已提出一个概念，叫做担罪、担罪、担别人的罪、担别人的罪。那个就是一个从心内最深底层所出来的一个概念。伊讲耶稣基督伫世上的款式，伊就是担当正人的罪。那所有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基督徒，那照保罗的讲法，
跟他同做后事。我们这些人，伫咱心内嘛，爱有这款担罪的概念。我们担当别人的罪，我们因为别人的关系，咱会去放弃咱的权利。咱因为要成全别人的性命，咱会去放弃咱的既得利益。你的权利，你的已经有一间有的利益，咱拢会考虑爱放弃。这个担罪，潘华华自己举的例子，最好的例子就是父母。以供父母有没有担儿女的罪？好，今日我妈妈无坐伫下骹，我得让讲啊。好，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妈妈也常去教会，不，常去学校。为什么？哎，恁囝个安怎吼，他就要去学校当证吼。这是不是担我的罪？是不是？哎，高中了呢，好，这就是一种担罪，对不？伊用潘华就是用做父母去担伊的囝儿的亏欠，在描写基督徒。我们要有担罪的概念，我们生命要有担罪的本质。什么时阵一个社会？一个国家的基督徒开始咧，甲别人争取家己的权利，争取家己的既得利益的时阵，这个基督徒就是保罗在骂的基督徒。我不管你是哪一国的，什么时候这个信仰群体开始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互别人受苦的时阵，就是保罗即马在指责的基督徒。因为保罗在讲的是咱真做上帝的囝儿，咱要甲耶稣基督这会得到荣耀，啊，毋过前提是咱愿意甲耶稣基督这会受苦。伫今日咱这个主日庆祝圣灵降临节的时阵，我特别这段经文，我拒绝和合本甲汉语本的翻译，伊甲 Puma 翻作心灵。人的心灵，我认为要翻译成圣灵。好，是圣灵带领我们的生命，不是我们的心灵活起来而已。不是，是圣神赏赐咱一个新的生命。既然圣神已经赏赐咱新的生命，各位兄弟，咱试看卖啊，伫这个世界。咱过一款新生命的品质，是有圣神在引带，甲咱同在。咱来试看卖啊，通同心来祈祷。